我看电话消息，又搁是无牌赛车。台中一个18岁少年人赛车经过北屯区一个巷仔时，去弄到一个50几岁黑里桑，而且佮甲人交过，不停直接驶走，害人死亡。这警方是最后伫附近掠到人，嘛依照肇事逃走甲过失致死罪甲上班。骑过监视器翕到一台乌色轿车驶过一个巷仔内底，毋但无减速，还拄入一个偏去，弄到一个过路人。过路人互弄到了后，倒伫涂骹，抑过车并无停落来。开车人继续开，甲过路人挨过，车沿这个巷仔一直开，一粒都无看这台车路。本来在路中间然后车头一弯往旁边飘，然后就是往老先生正后方撞到，然后整个连过。虽然看到民众赶紧救救护车，也过轰动到这过路人已经无性命征象，送医抢救也是不治死亡。27早起9点外，台中北屯区北屯路一个巷仔内底发生汽车去弄过路人的事故，当时弄甲真大力，轿车车头规拢冒入去，后前玻璃拢闭去，涂骹也留7个车牌。警方依照线索查到，开车去弄到人的就是这个18岁姓白的少年人。撞到人为什么还要继续开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这4名查甫人开车弄到人逃走了后，伫北屯区环中东路甲太原路家己去弄到，警方甲伊带转去侦问。伊讲当时开的是错地人所租的车。警方查出，这4名少年人虽然拄成年，也过无驾照，继续排毒、啉酒开车，也过是毋是有食毒开车，也要进一步来调查。相关他的这个车辆行进动向，还有他这个要去哪边，我们都还在调阅相关监视器，厘清他的这个路线。警方除了查到对查死者的身份，也甲这4名少年人依照过失致死、造成事故逃走这罪嫌送法办，也来依照道交条例规定，骑机车的所有人啊同意互无驾照人来赛车，除了用处6000块到12000块罚款，吊扣驾照3个月，也会记违规记点1摆。记者自用报道。